嚟到年尾，想幫屋企牆身轉顏色換下氣氛，但係又驚大陣仗。其實只要記住簡單步驟，自己都要為屋企輕裝修。開始輕裝修之前，記得揀有質素保證、功效全面嘅油漆，率先為屋企人同埋寵物健康做到多重防護。立邦油漆主打水性環保、正味健康。除咗顏色選擇豐富，產品發展亦非常多元。佢嘅抗甲醛正味兒童漆系列，每款產品都做到抗菌、防霉同正味環保，同時有效分解甲醛，達到1級抗污。油漆都可以發揮到實用同保護功能。就算屋企睇落乾淨企理，都可能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細菌匿埋，好似由潮濕引起嘅霉菌，殘留室內嘅異味，隨時影響小朋友身體健康。立邦王牌產品帶有銀離子抗病毒功效油漆，可以殺滅常見病毒，例如甲型流感同埋腸道病毒等，都可以有效抵抗。用咗優質嘅油漆，唔單止生活多咗色彩，就連呼吸都有煥一新嘅感覺啊！而立邦最新推出嘅植萃護敏抗病毒兒童漆，除咗包含以上提到嘅功能，產品採用天然植萃精華，更加加入咗光觸媒，可以持久分解甲醛同埋去除異味。以光催化技術將污染物分解為水分子同埋二氧化碳，並且通過咗 ASL 哮喘和過敏人群友好認證，呵護易敏感人群，特別適合有小朋友、孕婦、長者、易過敏人士及飼養寵物家庭使用，守護更全面。唔好以為油油好難，記住3個簡單步驟，你都可以親自為屋企油油 DIY。等我親自示範俾大家睇啦！準備好一系列小工具就可以開始啦。第一步，清理牆身同埋打底，用和紙膠帶封住唔需要油油嘅地方，然後用正味批牆灰同埋砂紙磚做好底層處理。第二步，油底漆，幫牆身打底，注意底漆要油得均勻，至少要做到一底兩面。記得要等到底漆完全風乾，大概2小時先繼續下一個步驟。第三步，上油漆，呢度就教大家啲油油嘅秘訣。油牆身嘅時候，建議先用油掃由牆角、門框等窄身嘅地方開始，而每次上油漆嘅份量就係油掃嘅1/3左右，咁樣就唔會滴到周圍都係啦。油完牆角就可以用油碌由中間開始，以 W 型左至右、上至下咁油。至於用油掃定係油碌，可以按需要去揀。例如想油得細緻同平滑啲，可以揀油掃，用油量都會少啲；而油碌就適合處理大面積牆身，又想加快施工進度嘅時候用。提提大家，面漆油完第一層需要等2至3小時風乾，先再上第2層面漆，咁樣效果就會好均勻㗎喇。另外，油漆保存問題，如果油漆未經加水稀釋，可以重新密封油蓋，存放喺乾燥陰涼嘅地方，等到有需要嘅時候攞返出嚟保油。但如果油漆加咗水，咁就要即日用完啦。揀到啱嘅顏色同風格之後，再可以用立邦藝術漆為牆面帶嚟獨特嘅質感。立邦兒童漆小羊皮效果漆帶有蛋殼光澤，營造出細緻皮革質感，低調又有層次，而且安全環保。同樣具備分解甲醛、抗病毒等全效功能，好適合追求高品質同埋健康嘅家庭。施工簡單，全屋大面積用都冇問題。仲未有頭緒？可以考慮揀立邦熱門色，無論線上定線下買都好方便。想為自己窩居做小變身，就記得把握機會啦！